喺退休之後，如果冇被動收入嘅話，就只能夠拎住份退休金或者儲蓄，慢慢搣到老為止啊！但係咁嘅話，最驚咧就係唔知道自己有幾多歲命，搣下，話唔定好快會乾塘啊！大家有冇諗過自己嘅退休儲備究竟可以俾你用到幾耐呢？嗱，香港年金公司咧就出咗一個叫做永不乾塘計算機啊，俾大家計下自己嘅退休儲備究竟可以俾你使到幾多年喎？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下。嗱，連結咧我就會放喺個內容嗰度噶。嗱，呢個計算機咧就要你入幾樣資料啦。第一就係性別，男抑或女；第二咧就係年齡，仲有退休儲備、預期嘅回報、每個月嘅開支同埋預期通脹率啦。嗱，我哋一齊試下玩下。嗱，首先性別啦就揀女啦。年齡假設啦就喺60歲嘅時候退休。假設我有200萬嘅退休金或者係儲蓄。預期回報啦，假設1年咧就有4厘啦。每月支出假設2萬蚊。預期通脹就 set 2.5% 啦。撳一撳計下先。結果得出69歲就乾塘，即係話200萬退休儲備咧會喺9年裡面咧就用完啦，而且咧係有96% 嘅機會咧係會比69歲更加長壽噶。嗱，呢個數據咧就係用統計處2022年10月香港人口平均壽命嘅數據去到計算啦。嗱，咁計落啦，即使你退休有200萬啦，都唔係俾你可以搣到好耐嘅啫喎。嗱，不如咧我哋就試下另一個 scenario 啦。為咗冇咁快乾塘，咁唯有每個月使少啲，同埋遲啲退休啦。嗱，呢次咧我假設啦做多5年嘢，65歲先退休，儲多50萬。假設咧退休嘅時候有250萬嘅退休儲備啊。嗱，今次咧仲要使少啲，每月支出咧就係15,000蚊，結果得出咧就係81歲喎。而有83% 嘅機會咧係會比81歲更加長壽噶。咁計落啦，200萬嘅儲蓄啦，都只係可以用到16年，都好似有啲掹掹咁噃。嗱，我哋再試下另一個 scenario 啦。嗱，假設其他嘢都不變，呢次再使少啲，每個月淨係使1萬蚊，睇下計出嚟嘅結果會係點啊？嗱，今次呢個 scenario 啦就可以用到90歲，不過依然啦就係有大概一半嘅機會咧係會比90歲更加長壽啊。嗱，當然啦，呢個計數機啦仲未計算一啲突如其來嘅開支，例如醫療開支咁啊。嗱，不過大家咧都可以啦攞嚟做一個參考。嗱，以上咧就係呢一個計算機嘅用法啦，大家都不妨可以自己試下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